歡迎大家返到嚟靜觀自我關懷嘅空間，我哋會一齊練習關懷行走 （Compassionate Walking）。呢個練習咧係建立喺我哋早前一齊去練習行走當下，給自己慈心，同埋給予同埋接納關懷嘅練習當中。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咧，我哋可以先揾一個空間企起身。當我哋咧揾到舒適嘅空間之後咧，我哋可以喺原地就紮根，去感受腳板同埋地面嘅接觸，感受咧10隻腳趾，我哋嘅腳板底同埋腳踭都係好穩陣咁樣紮根喺地面之上，慢慢咁樣向前、向後、向左、向右搖晃一下我哋嘅身體，感受重心微微嘅轉換，然後咧喺膝頭哥畫細嘅大嘅圓圈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去感受腳板嘅觸感，然後我哋慢慢返到嚟靜止嘅狀態，讓我哋嘅目光咧柔和咁樣望向前方嘅地板，留意我哋嘅身體，我哋嘅呼吸，感受當下我哋嘅吸氣同埋呼氣。喺你預備好嘅時候咧，你可以開始默默咁樣為自己送上一份善意同埋關懷。佢可能係一個微笑，可能係一次嘅呼吸，又或者咧係一句說話，例如願我快樂，願我遠離痛苦。讓呢一份善意陪伴住你，然後慢慢咁樣咧，我哋可以開始漫無目的咁樣喺我哋當前嘅空間踱步，眼睛咧依然可以柔和咁樣轉向我哋面前嘅地板，然後咧一次又一次咁樣咧，向自己送上善意同埋關懷，或者咧喺行走嘅路上，身邊咧可能會遇到其他同行嘅人、樹木，或者各種嘅物件。如果你覺得合適嘅話咧，不妨咧喺經過佢哋嘅時候，將注意力稍為集中下佢哋身上，目光咧依然係保持柔和。我哋咧只係心裏邊默默咁樣向佢哋傳遞住呢一份善意同埋關懷，就好似咧你對自己一樣。可能係一個微笑，一個呼吸，又或者咧係一句說話，願你快樂，
遠離痛苦。請你亦都知道，喺每一步之間呢，你可以隨時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去返自己身上。最後，如果你願意嘅話呢，你可以透過你嘅眼神、目光，同身邊嘅人有一份少少嘅聯繫。如果身邊係花草樹木或者其他嘅物品，亦都容許自己帶住柔和嘅眼光，同佢哋稍稍有相處嘅時刻。只係呢，用你覺得最舒服嘅方式，默默咁樣去傳遞呢一份善意同埋關懷。可能呢，心裏邊有一啲説話好想講，又或者呢，好想有擁抱或者觸碰呢啲人事物嘅衝動。喺呢一刻呢，請你呢就單單去用柔和嘅眼光去表達呢一份對他人嘅關懷。有時候呢，呢一份嘅眼神，呢一份嘅聯繫，可能呢都提醒住我哋嘅共通之處，我哋嘅共通人性 （common humanity）。喺帶住善意嘅呼吸之間，我哋呢就讓我哋嘅心騰出空間，讓自己真誠咁樣去感受當下此刻你同埋你嘅經驗。無論任何嘅時候，只要你需要嘅話呢，你都可以善待自己，關懷自己。願我快樂，遠離痛苦。